王哥，你着听阿爹的话，互阿爹拜托者，答应嫁伊好无？阿爹今仔安尼做，迄嘛是不得已的。阿爹哄骗，所以毋敢向苏公主收聘金。阿爹，你敢若替你家己想，你敢有替你查某囝想看卖？我哪无替你想呢？你想看卖啊？苏公主有钱，阁有势，而且阁是一表人才，那都是点你歹。有钱就代表幸福，那你阿爹你的想法就错误。亲像苏公主这种有钱有势来欺负人的，我若真是嫁伊，敢会幸福是？好啊，你甲我点伊。你即马心肝咧想事，敢讲阿爹会毋知影心？你即马咧想迄个散鬼对无？我真正想无，为什么迄个散鬼都是踮家己咧流连呢？阿爹，阿君虽然伊无钱，也毋过我相信伊的性情，甲伊的做人，一定比苏公主搁较好。你好我毋好啦，你敢真是要为着迄散鬼来害阿爹？你无听苏公主咧讲，假使我若无钱摕下伊，伊绝对袂放我煞的。阿爹啊！好啊，你莫甲我叫啊！好啦，你假使唔帮忙阿爹，归去啦！阿爹就倒你面头前死互你看。阿爹啊，阿爹啊，你唔怕你做啦？你莫甲我叫，我死我！阿爹啊，我答应你就是啊啦，阿爹啊！对，安尼才是我的乖查某囝。我即马马上来甲讲，叫苏公主准备甲你结婚哈。阿公，恁查某囝真是答应12日要跟我完婚。是啊，苏公主，我咧讲偌济话咧吼，阮查某囝答应的呢。哎，少爷，恭喜哦！等你哦，后个月10人哦，都要做新郎啊咧吼。多谢，后影。今仔日吼，这拢是水牛仔伯，你徛伫这边替我讲话，所以讲恁查某囝红哥啊，才会答应这门的亲事吼。哎，少爷，你哦，伫咱这厅哦是真有面望的人对无？我就想哦，咱这次这婚礼哦，一定要大来举办一个，互咱全庄的人拢知影。对，郭总管，这件代志就你替我去处理。嗨，少爷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甲你处理到好势。有影，我未来就能爸，你对我这样好着吼，以后我一定要互你享受不尽的幸福。哎，郭总管，在。小等下摕20两，互我未来丈人爸。啊，是。多谢苏公主啊！对啦，你着爱找时间哦，尽量甲阮查某囝开讲。这我会晓，啊，今日啉酒，我感觉今日啉上长摊。来，继续搁加啉落去。我这酒拢休了去啦，拢休了去。哎，马紧，拿对。少年诶，无啊，你即摆大家啉到遮爽快，你家坐遐甘久啥意思？爷爷，啥有做甘久？甘久或做英语讲无聊。哦，无聊。对嘛，你无聊。人大家啉到欢喜甲你讲你厝要拄无欢喜。嘿，阮两个大美人咧陪你啉酒呢，迄若去坐台啊算足侪钱的，你知无？你毋着爱笑一个才对。笑，我要哪笑会出来啦？哎，少年呢？是毋是我坐你边仔，你笑袂出来？这……啊，我知影啦。你介意我对无？啊，你若介意我，无要紧啊。啊，我来转台就好啊嘛，简单。来，小等下，你别咧转台，我已经甲你算到拉倒啊。对啦，那阮这未来的孙婿讲了有道理，迄个人认度唔通安尼黑白走来走去。对。啊是讲，借问下，恁这小弟哪会安尼？伊是较早捌着猪无电拢定这个转型的吼。无啦，伊身体好势啦，心情袂爽快，所以酒一啉袂落去。哦，
原来你就是有心思啊！哎呀，简单啊，少年诶，你讲出来，阮听看卖，阮来甲你斗3工哦。斗3工，那是无可能啊！我咧失恋了。失恋？哎，你较拜托咧！哎，你真无站呢！我坐喺你边啊，啊，你搁讲你失恋？哎，你真无阿面子呢！无啦，阿红啊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莫生气啦吼。你唔是迄个意思，你唔是迄个意思，无你什么意思你啊哈？我跟你讲哦，伊袂生气，我就先生气。我今日了这拖车呢，我就搁换你歹面手啊！你这，好啦，未来丈人爸。嘿，什么未来丈人爸？搁加一句。哦，未来丈人爸的阿爸。喂，你真个莫生气啦，我慢慢讲互你听啦。我记了我。迄个莫怪阮小弟会心情咧歹啦。伊本来有一个女朋友咧，嘿啊，甲伊两个真意爱呢。但是这女朋友因老爸呢，目睭斜咧头壳顶，看阮小弟无目的，将伊两个来拆散，要将伊的女朋友呢叫一个四疏的。伊想到这点哦，心情甲你郁准嘛。莫生气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哦，啊你安尼伤心嘛，毋是办法啦。无你想要安怎？我是讲哦，看当亲亲哦，甲我女朋友红哥啊见一面哦，啊，甲当面甲问我清楚，啊，毋过我细嫂倒伫倒我毋知。哈？哦，你要甲恁那什么香哥？红哥啦。啊，见一面就好啊，遐，简单啦，小红带伊去就好。哈？阿红啊，啊，你知影细嫂倒伫倒啊？什么细数诶？细册嘛共款，我拢嘛知影位。来，是我叫我找去。我来去见阮红哥。未来丈人爸因阿爸。喂，啊，阮小弟今日迄个出去，啊，我要创啥？哎呀，简单啦，夫君啊，啊，你就坐落来继续啉，等恁弟弟倒转来啊。等咧，我即摆问你，你要用我内心发出来的声音，甲我讲一句正实话。好，你到底对阮祖孙啊？一件啥款有欢喜无？当然嘛欢喜咯！你无看地瓜那老屁股的？啊，唔通今日涂骹地毯那个洗呢？爷爷，你有听到无？这叫做爱的呼声。哦，来，啉，牛囝，来。那个即摆还袂来啦，你互我紧张死呀！哎呦！哎，紧嘞，行较紧嘞啦！你到底是要去找去看什么人啦？看一个你历史野望的人。真是的啊！对啊，你看迄边。红哥，红哥。哎，恁两个吼要上好小等下，我来去外口甲恁看头，好无？多谢。免客气啦。多谢啊！红哥，你若生遐济啦？阿君，你嘛是共款呢。无法度啊，我思念你啊。真是的，我嘛足想你的呢。红哥，回去。真好大胆，也敢来遮妖怪我未婚妻，好死！救人哦！